一家之主马上来挑战，一定针嘅加上菜大 PK 了。客家特色食材、自天料理大作战，两位家庭无缺我嘅风味，所以马上不一样呢。为了加菜game，三网变黑，谁来吃菜了？看得出来，真的是做这个客庄好味道的节目主持人，头发吼都压呢，半夜给学姐吼，那也盖的哦。让学姐，这样合理吗？用破位啊，拜托，你在说算你白了吗，先生？看到几车呢啊，可以当欢喜。我光是切就已经赢了。因为你还肯修吗？谁输吗？拜托。米酒，米酒。哎，有香了，有香哎。马该嘿，天堂啊，你还天堂。我们这个也是天堂，对，有谈恋爱的滋味。要吃醋饭不会分开吃哦，拜托。你这有改哈嘎炒妞，就马该体现哦。摸马个底线。会超头嘞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有สุ坤，一家之主。大家好，我係大家好，我係鐘伯強。今日比賽歡喜做隻來到桃園也到位嘅。正經。不過呢，伯強話我講哦，其實人係行高嘅全台灣嘅客家族，乃真人發現未了解到一件事情。乜嘅事情？就係啊，真正嘅料理牛人，就係對民間來嘅。哎呀，高手在民間嘛。哎呦，今天請到兩位主持人，沒不簡單的事情哦。裡面一盤啊！哎呦，唔是啦，咩啦？要假使哦，因為參加吼，因為เรา挨到站在這個節目地圖哦。對。只要假使你非常愛做料理，假使吼你對古早味未當有興趣，假使你非常愛做新創意嘅客家料理，你全美做得來報名挑戰哦。冇錯，歡迎大家做哋 Q 卡來參加。唔講你基本呢，你來到廿嘅 V 數係桃園，桃園廿到 V 嘅呢，就係你全台灣客家人口最多嘅素材。哎呀，我本身吼未係客家人啦，哦，我本身未係桃園人。你係桃園嘅？係桃園人啊，桃園那邊。幸福專門出燃早會上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好。那不過你今天來到桃園廿到 V，其實有很多隱藏版的料理牛年都料哦。哎呦，來到現場，來到現場嚟哦。錯，故手沙定下來呢，你就隨來分享到鐵柱嘅純水炸，分享到鐵柱嘅係兩公婆哦。起立起馬子，韓國中文嘅泰國送上分享。還有那個姐妹檔吼，玉玲，那我們的子平。哦，鳳娘。歡迎。哇，點解來嘅純水炸全部顏值咁高？哎呀，顏值很高，不過吼，先來問一下吼，看起來你兩沙係公婆係嗎？係啊。看得出。就兩公婆。我會問一下吼，你都結婚差不多就多久都久咧？35年。哎呀，平常時咧，反正你用啥都不看，乜人煮菜卡多？係啊，不用煮卡多。哦，不用煮卡多。啊，有幫忙做嗎？有哦。有做，馬上做出來很好食。還不用做呀。哦，完全冇想哦，完全冇想一下哦。咁你基本你愛來正經參加比賽嘅時節，講真嘅兩公婆去下煮菜哦，做數有常識都會上噶。故說等下好好合作哦，有信心嗎？有哦，開上我合作來了哦。可以，有哦。你們換你們嘍，玩一掉了哦。好，哎，兩位應該是姐妹檔，對不對？哎，姐姐鬧妹妹，有好多會參加比賽啊！你們真的點頭如搗蒜吶？騙人呐！哎呀，唔會排泄。問一下姐姐嘅部分哦。哎，你都有平常就向下做菜嗎？有，會聽過哦。哎，可是你點哦？客家中有一個傳說哎，是每年啊一定會做料理過後，這樣有辦法嫁出去。所以你會做料理嗎？會，做得加不來。那個標準是按用嘅。不過還係問一下啦，媽媽做菜好食嗎？佢係妹妹。哦，伊係妹妹做菜好食嗎？好食。哦，妹妹會做菜哦。會。哦。今年呢，今年來到亞洲畢業而來比賽，出邀請到桃園菜地最厲害嘅料理牛年而來做評審。哎呦，唐公還係你嘅朋友哦，好朋友哦。好朋友，故所呢喺時間呢。
现不一样的你的料理熬你翠玲姐中场分享。还有一个志龙哥，山道的志龙哥，欢迎你。今年评审欣赏后，第2018年的时间，和许多法国的蓝带厨艺学院，然后客家料理，然后法式料理，然后叫做 cross over 哦。哎呦 ，cross over 唔简单呢，唔简单。翠玲姐，然后再强调一下，等下一下的都评审的时间，有没有什么是一定要注意到的撇步啊？也係講乜嘅細體方面嚟注意嘅。大家會專心聽咯。咱這位客家菜吼，含油香，不過咱這是凍健康，所以咱這個含油的減量，香氣會飆出來。哦，記得咯，香氣會飆出來哦。好，食得好食咯，凍蟲肉，不過健康咪凍蟲肉誒。今日記得有安康的欣賞，安康的產水人員，不過重點還有另外一個也是關鍵，他們選對，選對，直接先內定好不好？用吧，沒有。因為姐妹組，我剛剛就先看好，在外場 stand by 嘅時間哦。哎呦，顏值非常高誒，很醬呢。巴士，對不對？真假？你來猜拳過後來偷看你的嘛那組誒？我一直聽過讓你，因為我手現場來調查一下，想要了解強組的有冇？夢英全部讓你強下，冇啊！哪位左臉？排 C 排 C， 拜拜。沒有人拉我。沒有人留。好了，好，我們先猜拳。啊，好來，電頭三條布，電頭三條布。哎呦嘞！謝謝。怎樣？有拜嘛事托情？我感覺吼，你是今年吼現場吼，包含所有嘅向心編劇地圖吼，你係水醬嘅，唔怕，你就老年。係麼？嘿。哦，看，可以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因為你今次問客個強組，跟住老嘅姐妹檔強組。非常好，比賽開始咯！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圖做出自天嘅菜色，算來係亞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底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哎呦，客家蔥肉！哎天哪！你下春春我真給我講一下，你下真嘅係一家之主地圖嘅經典菜。唔過要煮到好食，就像剛翠玲姐講的哦，一定要有香味。哦，那我們這一隊沒有問題，我們的臉有香味。唔怕啦，然後講高他都沒冇用，我等下咧清晨都比天水更直接。好啦，好啦，先來看，先來看。先來去我嘅做個看一下。我準備哦。翠玲姐這首歌，然後咧我愛先來做天水嘅地方，有冇剛才做的先來幫聽你冇？好，我上下來呢，先來切下這個跳舞團。哎，頭髮，頭髮吼，都唔驚呢。來，讓我講一下個跳舞館啊。哎，看得出來真的是做那個客莊好味道的節目主持人，總不是？你要個階段吼，準備個階段愛注意嘛個東西嗎？注意嘛，我做甲跳館切香撲啲咧。哦，香撲咧哦。香噴味。你前姐有啷個講？口感它撲地位將邊嘅出來，它是。哎，差不多時間我到咯。是，他做得做啊！3、2、1，時間到咧。比上嘅優雅嘅完成。請問一下，兩位評審用切料做得冇？做得啦，唔過吼，我感覺吼，你切時嘅吼。用地區我切較夾，哦，較夾係冇。每碼個係凍豆改料理食材需菜凍種哦，你會先豆腐乾先來做。沒愛先呢，是我這一組的大廚讓愛先呢。因為我講嘅魔術，所以呢，跳舞團簡單的本地切。你想乜嘢啦？啊，豆腐乾豆該客家炒苗凍種吼，又碼個佔什麼樣的角色？哦，它佔很重要的角色。就剛俺的廚師講嘅吼，你冇必要啊。冇必要跳啊，壓入出來就是用來減分啦。哦，一定要有一些啱場。哎呦，慢慢的變啦，我講嘅跳慣咧跳嘅面試逼出來。豆腐乾淨硬凍繞緊，凍蟲繞。對。你講吼，挨這一邊，挨你那邊吼沒凍蟲繞哦。有辦法。因為你好嗎？好，挨對。一定要。不是，我是要幫忙他們把你守住。
拜托你贴出的就好无？来不用会冲来贴心有哦。对无？因为让来听书可以吗？你迄无数无叫呀鸟哎哈。哦，我喜欢你被服知道我务。们现在已经开始计时啊，很棒的。很切就切，而且很切。我等下会切做冲pom好，先切。我讲过。先切就切，好，先切大家哈，Andy 就计时开始。天哪，他底下有一点搞底，摆枪枪嘞。快使劲做。给他该龟开部分哈，会拔掉。等一下，皮哎呦，口感哦，长对，会等下会是它底下有会放开了。安用英文哦。嘿，安肉改部分哦，为了爆香爆香哈。嘿，所以，哎呦，动听哦，切它破掉，它破掉，啊，香泡的啦，拜托你以为只有下酒白肉？你在说算你白肉吗，先生？按用个体内自己唔冲来吃到的客家炒肉。你讲啊，创意版的，创意版。我来说，反正某周后续网都创意啦哈。哦，对，刚才真的害了他们，黑猫。对你真的是害他们啊！你已经彻底的让学姐嘎服了。彻底的让我加分。漂亮，莫好听啊！魔带哈。它破掉，啊，香泡的啦，拜托你以为只有下酒白肉？你在说算你白肉吗，先生？香泡嘞，香泡的香泡嘞，看到几车呢啊，推你上团体，还因为学姐养不会长嘞，它长面哈。我光是切就已经赢了这样子哦。好的，还有 Andy 已經做啲確定啊，呀，就差唔多已經贏啦，好冇？呢出沙地考慮 Andy 想中到一道畢業了，加油加油！哦，你來看一下，哦，你有可以看下用切，一般人都要炒肉應該要切，哦，地方切開啦，你還會對這個對半鋪啊，但是香泡唔變落去，會滲到嘅口感，香味咩會做嘅，肉乾，會變成糟啊呢。所以刚才真的害了他们，黑猫。對你真的是害他們啊，你已經徹底的讓學姐嘎服了，徹底的讓我加分。该姐妹，你系冇简单的。你看，好漂亮的画面猪妞哈，猪揪系吗？猪揪已经下锅了。嘿，你几卡皮？你几卡皮？懂用。按牛就毕业到的啊，可是问题是按牛嘅田呢，自己唔冲来食到的客家炒肉。你讲啊，创意版的。创意版的。我来说，反正某周后续网都创意啦哈。哦，对，该感觉吼，安勇改比赛不够刺激，因为我们领先太多。哪有啊？可以嗨哪个导毕业方面？刚当然可以嗨，可以哪个从未切都可以讲哎，一届一届的都精准哎。我想问一下志勇哥，DRS 节有冇该 2GP 提出了 BM？所以我慢慢变摸一下跳来，慢慢变来变强来，啊目标跳走。当然以为跳到一半，我毕业了，超越了，但唔会跳。没有，你今年跟我讲哎，等下油上多啊，先比起来，啊，可以等下比出来有会留等下搁再用吗？可能就他自用诶。可以拿来炒菜啦。啊，你把这拿来对。啊，赶紧对于所有的食材都是物尽其用，不会打手。不会打手。他刚应该更新了。他加本色系冇？为了让好味道吼，了解游戏走的了解比赛哦，很好刺激，来来玩游戏哦，有办？好，你来可以嗨，我有讲嘛该？客家会切。会吹甜，那今年就有很多口号叫做一家之主爱听 Q 用毛 Q 用 Q 用毛 Q 用 Q 用毛 Q 用哦，改编 Q 用哦，不是，妹，哎呦，好，我们两个先到本太感可以嗨，好，太感先到黑会先来嗨，所以呢吃饭先来见到三条布厉害，来咯，见到三条布。一家之主爱听 Q 用。刚才是示范，我们再一次哦。那 OK 吗？周队。这次可以是喽。先跟我一看，输的那一队就会暂停1分钟。你该片会暂停1分钟。你要我已经预知了。两个片，
会暂停1分钟。好好来哦，我要走慢版的。好，一家子做爱心跳，跳跳跳跳跳跳跳。哇，好厉害！没带哈，你输掉一半了，你慢慢来，你说我们的行啊，慢来，慢慢改版本哈，对不对哈？剪刀石头布，准备好了哦。好，一家子做爱心跳，跳跳跳Too funny。他有氧吗？关键哈，关键一下。加油哦！剪刀石头布，一家之主爱心跳，好了，恭喜！海鲜啦，还要到面前暂停1分钟，好不好？暂停1分钟。先暂停1分钟。我们厨师哈，总不是热哈哈，因为该豆干哈正在炒该果商动作哈，假使哈突然停了之後，會影響到某嘅東西嗎？我講個油啊，同佢條紋絕對，打炒落又滾軟，我同意。咁我先留起來嘛，我即刻先留。咁我已經暫停1分鐘啦，做唔到做邊啊？我做完全做唔到做咗。唔怕啦，你之前嘛，而家都教會時有乜見狀冇啊？你平常是有教有。如果剩下几就不会。你就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挑丝哎，不然你不用出来，然后还要找别人。我们都是派颜值代表，所以有文客可以看到，哇，燃刀哎，暗降了哈，受不了。伊当初完全跟我们做你节目一家之主的目的嘞。好，做的开始继续来做料理，加油加油！恢复时间。我爱先来去看爱改片哈。哎呀，董熊哎，这里好香哦！你看1分钟茶冻豆，不要看豆豆啊，老去唔怕哦吼。 1分钟真紧哦，茶冻豆。哇！董熊啊，去甲讲，你甲讲，唔系。等下爱先来选哈。好，试选。伊迄咪呛到油诶，我油香。冇冇可以講一條哦，對，太多油。冇必要到。 哦，要加調味咯，按加。一條油啊？一條油夠嗎？蠔油係嘛？蠔油，用蠔油。我問一下吼，你都有平常有炒客家炒肉嗎？有。你都有改客家炒肉，有買個鐵色嗎？冇買個鐵色。做炒頭咧。總係香，好食。你要煮會幫我們搶救的嗎？ 啊！你们是以为我们没有别队是不是？哦，你们要按照给聊你的，你自己去，来，摄影大哥跟着我去好了。你是让那个退休吗？你回来。啊！听他的看到条倒闭，哎，刚刚标出来的猪肉都那倒闭的啊？该比吼。标起来的猪肉先标起来的。有嘛做提点厉害吗？我出到几个猪肉就向我标下好。对啦。标要更下我们标香有味了，向我標。嘿嘛，我會有要跳蚤的。用的，有的人叫我先泡過，先過必飯啊呢。也係用澡的，澡的。泡過誒，要白過誒。關用較香哦。哎，有香了，有香誒。哎，來這個現做呢去看哦，哎，去看愛改片哦，看起來差不多會雙盤咯。係啊。做啲料起來話未哦，有冇哎呦，個油啊唔可以料起來嘅啦。該利用嘅動作同咗未當重柔哦，對，因為該豬肉吼不用調1度啦，所以吼該利用嘅同咗未當重柔，會讓用到你看起來嘅色彩嘅不一樣。時間到了，哦，時間會到了。7、6，回來，5、4、3、趕快裝盤2、1，時間到嘞！頭先，弄咗落，
你都有该煮吼，完全没让熊都该几分钟该消失哎。对，真劲啊，很厉害哎。就老公，我们结婚35年，料理时间也是超过35年。哦，我们姐妹组没动厉害哦。好啦，等一下你就 Q 下唱两位评审，然后你来评分看哪都在第体育馆那一组做的胜出哦。好。你知道怎么样吃法才对吗？有慢写。用的啊，葱的啊，挑苦款啊，全啦，全部用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楼等 Q 啊，辣椒来是给你一个。辣椒不用，谢谢，我够辣了。自己狗。我覺得亞洲當票，而且有 Q 感。雖然鹹嘅，不過吼又甜嘅，又甜嘅感覺。我們試一下哈。現在換吃這個。好。美食等級。豬牛冇食啦，因為豬牛已經全部被母掰掉了。我們的沒有那麼鹹哈。cái dương哦，完全唔會柴硬硬嘅感覺，很嫩很嫩。有人 Q 你講嗎？先來唱兩邊的廚師來講一下，兩邊 Q 感好不好？翠玲姐先來，她來講一下。那這個倆哈，倆個肚哈，倆要不管要稍微再乾一點。謝謝。它羊尾小。唐志龍哥講，賺羊羔，只聽個團音哦。啊唔吧。俺因為兩邊都有一個比較看模糊的地方。用的都冇入面啊。冇香的冇炒出來，兩邊都冇炒出來。等一下，佢用的要用入面咧。用的一般來講係煸過以後，然後而家就落去咪就落應該兩邊個切一下。兩邊都冇變，係咪先會時間啦？用米酒比煸下，用米酒比煸下。但是人哋時間唔啦。係啊，時間啊，這邊的用的看較硬一些，那邊用的又跳軟，太硬也不好，太軟也不好。設計來冇條面，比起來硬跟軟哪一邊比較好？可能會正經我比起來，正經我來講，我看等下。買個牌，豬排，都唔錯咧。要讓下呢就現場的翠玲姐，請給分，都在那組。哎呦，這個請給分。這邊有要注意什麼嗎？要注意嗎？因為你聽數嗎？你拜託唔可以聽數，安子生。你有歲數嗎？拜託。跟原本要拋球給他們，問他們一定冇動力時。我們也可以講口感啊，酸酸甜甜，你有談戀愛的滋味。要吃醋飯不會分開吃哦，拜託。再讓下呢就現場的翠玲姐，請給分，都在那組。哎呦，這個請給分。謝謝。然後唔中邊咧，唔抽面咧，唔抽面咧。好的，體育館哦，兩個呢都明顯呢就會挨下煮樣的啦，係咪先？而且然後夠強調一百，剛剛挨還有10到1分鐘哦。再下來呢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呢，像師傅呢來俾人哋來示範一下呀個素滷菜。中埔素滷菜。你咧看到做來你嘅做呀個素滷菜呢，其實老家下你做嘅客家炒牛有一些相關。不過志榮哥，呀都誒還有老客家炒牛㗎，你嘛從你邊出嘛出咧？這邊有老呀客家炒牛，老人家日式的手卷搭配用啊，因為呀西話靠的是海苔飯。所以我香港老人家客家菜融入呀日本料理本西話，爸爸媽媽都可以聽下來嘅東西。可以融入國際感，冇強融感密切的哦。對。志龍哥現在正在切蓋豬牛嘅部分哦。那我剛才切的縫隙咯，就買個冇強融嘅蹄縫。佢哋切丁啊。嘿，呀個已經結聽一塊一塊嘞，全部就一塊一塊嘞。哦。就不能夠一下呀又一塊，還有一條。哦，它要全部一樣。配合嘅食材啊，對，不要加。因為佢哋要做麥嘅菜哦，而且麥嘅鹹，所以你們要做兩個壽司，所以叫切丁。啊，就是剛才炒肉，裡面全部會調嘅，所以就有嘅。該表嘅時間都在肉豆球。哎呦，幾球啊！我用看呢，我用看呢。麥有咩看？有咩看？標單嚟金黃色。哦，看幾個色啫啦。
汪汪唱。我要讲猪肉去标一下。哦，讲猪肉我要有发现，刚刚切的猪油比啊，讲猪肉较歹地些嘞。哦，因为猪油煸过以后，我老讲猪肉差不多歹势，也可能差不多歹势。哦，这边有要注意什么吗？要注意吗？因为来听show吗？你拜托唔可以天数按这些。听show 来，你有细数吗？拜托。蒜盐嘅sauce。啊，你先讲一下。蒜头烧过来煸用一点点。係一邊無冰蒜頭，因為天係相當一本細路嘅色咧，天應係就特別嘅，一日本咧有海苔老蒜頭沒清它，所以係一邊無冰。所以他做創但是正常係客家炒肉可以用冰一些咧。哦，真也很香哎，蜜酒，阿比搶一下，蜜頭當然用落去。下邊收汁啊，喺打用嘅當為醃味嘅，好香用嘅是最哦。千不容易醃味嘅，攞一批嘅攞而家炒無冰。對。啊，醃味一邊咧，入邊係海苔本身有鹹，咁啊冰一些些。一些些的，那唔會用全部切切的鹹啊，你吼。誒。有隻粉碌到當很long吼，我也差不多會翻開的。可是我跟你說，胡椒粉是客家人很重要調味料。然後嚟比落嘅好咧啊，低走了。啊，因為我哋等下爆嘅壽司，入面用炒蝦鬆嘅方式去醃bil嘅客家炒肉，都厲害你。係要從一邊嚟炒嘅，炒一樣啦，就可以爆嘅。完全係專業嘅叫標準。有時候也咪做啲種掛包啊，啊，等會會爆變掉，對不對？換一下，好，哎呀，咁太油誒。回報咯。這種歌做啲撈大家講解下，該比例該部分用，要怎麼抓？人家搶出來啊，唔是多啦，一系列做喎，係一堆，將係一邊一堆。啊，炒牛肉飯嘅比例差唔多係1:1啊。其實呢，你亞嘅速度出嚟，就係老大家講，太人細子都不卡，就做隻 Q 下來聽數做看啊。呢版生日嘅創意版嘅客家炒牛嘅薯件，接下來呢，我想志榮師傅幫我們來出題一下。有一個問題呢，去年一天憑證提議，冬瓜推出請問冬瓜明明係一天才推出的，做冇很多冬瓜 ？A. 冬天當作食，更加好食的。B. 當過有泡沫衝冬天嘅爽。我們要先來猜拳。哦。馬上楊愛章做的先，給找答案。好嘞哦，準備好嘞哦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啊！我要輸了。答案係乜嘅？3、2、1 B。我們不能選 B。不收工。我們答案是 A。請公布答案，係乜嘅？答案是 B。好的，下題挺簡單呢，還是請志榮師傅稍微幫我們解釋一下。怎麼解啊？有一講哈，就因為冬瓜皮較嫩啊，可以冰較久，所以冬天嘅時間還可以食到。哦。喺關係，啊，另外一種講法呢，就係講哎呀，冬瓜熟嘅時間，表面有一層拍粉，就將冬天嘅拍爽用了。哦。所以呢，會減少哎呀冬瓜嘅水分呢減少，所以呢。保存期較長久，可以到冬天，所以到冬瓜。了解嘞。怎麼辦啊？怎麼辦？是挺多的啊。哦，真的，幹唔好生啊，因為人家肚子真緊挺大嘅。大家好，改做對事，改做對事。大家下中國嘞。只聽生都按到，還要要做嘢嘞，係冇？哦，坐月子。好啦，剛剛利亞族那邊有這個醋飯可以吃哦。好來。好來，孝敬媽媽。謝謝。哦。會不會掉太多都一直掉？像我這個剛剛好。好。呢啲買嘅係天堂啊，就是一個感覺吼，又買嘅薯片嘅地方。冬青霜，好食。啊媽媽咧，你感覺咧？當 Q 彈，當香。有呢？
那个该煮龟哈，都是 QQ 弹的。唔會跳搖。俺原本要抛球给他们，问他们一定没东西吃。我们也可以讲口感啊，讲出来。我们讲得出来。一番的眼味，酸酸甜甜，你有谈恋爱的滋味醋哦。溜溜的讲过，真他醋溜溜的讲哈，真的，这个是吃醋饭不会分开吃哦，拜托。这个我可以吃5个，好以吃啊！坤、真怡、你走在15改啦，眼俺就走在100个。好啦，其实两个重点係嘛嘅，不過呢度嘅料炒到好深沒有加分，可是呢，兩個廚房係煮料好嘅法，其實也是非常困難的。好，料完呢就謝謝這種師傅變料。對，有天呢嘅輸入菜唱大家都不卡咩做了吃粥困難咯。三下來行卡見仲有嚟煎下天醫館嘅比賽咧。愛係太祖譜，梁翠要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梁翠咁會因為太緊張誒，殺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建議我哋考驗嘅食材，指定食材係乜嘅咧？困難。哇！鹹冬瓜，鹹冬瓜誒，其實我 TP 老太下講一下，一個鹹冬瓜呢都要討厭一道味哦。TP 係啲品種一道味開出嚟，呢個一道冬瓜冇色特地方，客家人最愛惜這些食材了。我所講呢，我留佢滷起來啊，滷起來吧，不論係哪一隻季節度都做會食得到。都在那煮得到90秒，然後30秒呢，這時間先請翠玲姐幫我們出題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正看哦。好。按講文法哈，客家人吼入炊時節吼，佇個入的時節吼，洋常跟那個凍死的保鮮都個米線的凍沖着的。關鍵哈，除了染豆湯，還有乜個東西凍沖着？哦。A 山泉水 ，B 水很重要。頭曲，請作答。OK， 等一下作答以前，我們要先來猜拳。哦，如得咧遊戲嘅時間咧。可是我覺得就係愛嘅時間咧。沒有，我覺得這猜拳還不是重點。你知道答案嗎？愛動人美地啊 ，A 到 B， 山泉水怎麼可能山泉水？好啦，很難說啊，我們先猜拳再說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，乾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我們一定贏！我們也有，來，我們一定贏！我們一定贏！力聽呀，好不好？你們最後再贏，這個先讓我贏。好，好，準備好了哦。好，我會出馬蓋。剪刀石頭布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好難過。媽，剛才你會發，剛你先來選。冇問題啊。你們先討論一下，他們選完全不是討論，完全不是討論嘛。你講過答案。我跟你們說，水真勁當蔥油，水真勁當蔥油哦。水哈，你不用水地圖哈，完全是白貼的呀。哦。用水地圖就有細菌啊，係嗎？3、2、1之後，向下講哦。來咯，3、2、1 ，B， 係嗎？好。頭曲。恭喜你們答對。開心。唔係寫嗬，你係愛計哦。媽，30秒沒讀讀好。因為呢60秒差動到哦。可是你知道嗎？你還漏處事，你大家就不會停圖就好哎。啊，我30秒可以加分，你那個90秒，如果你去幫上去，等一下全部廢掉了。冇啊，愛計機電是完全漏出事走啊。好的，這個時候呢，我們就馬上來進行天醫館嘅比賽了。哦，到底我用一個鹹冬瓜來變乜嘅料理咧？來請教一下翠玲姐。咱今日咧做鹹冬瓜絞肉。哇，鹹冬瓜絞肉，主要是所以有沒有什麼 CP 部老太太講誒？呢篇我會注意嘅部分。對，你無嚟講法基本唔會做喎。係啊，完全講哦，鹹冬瓜絞肉哈，最重要就重要做個鹹冬瓜。鹹冬瓜哈，它本身就有蝦毛，莫煮到香蝦毛，你都要記得哈。然後它的cái風沖頭哈，變到香，讓它炒個肉，讓它煮嘅時間個樣嘅香，讓它帶出來。帶出來。所以你哋記得咯，風沖頭都船頭變到香咯，香布啊。好，你以後好啲好啲，我是負責準備嘅部分先。好啲，你有90秒嘅時間。然後天醫館就正式的開始了。開始咯！加油！
好，那现在低调切掉，切 U 没哈？切丁。哦哟，头尾切掉了。反正等下去切都一色不得不一样呢。就是你请姐，你有做过了吹吹吗？讲来当到那将美女讲吼，还是提供太阳用嘛？里面那个行动光啊，不卡卡将哪里做给搞牛？真肉，啊，好紧张哦！打转跳哦，就会打明珠节哦，妹，大明珠节，看嘛，来来请，颜色怎么怪怪的？一个大概，哇，连倒油都很漂亮。本节目不是来真有的，要讲几次？睡啦！我要打击头！好紧张哦！手就开始转跳了吗？来，空中按用切片，空中按切。啊，切片来看我切，不要切。哎呦，动跳，一定要来嘞哦，挨到紧按到过来了，快做出来咯！打转跳哦，就会打明珠节哦，妹，大明珠节，会吗？会流眼不要讲我坏话哦。哎呦，我切的薯角一姜呢，你干嘛？我讲啦，切出来个样的薯条，脚冻脚，系啊，里面有谁啊？摸得到。嘿，我就是上安做。用布，圈服吗？地先菜，你要不要剪？个挑线来，六线拿铁。哎呦，你要不要？加油！來！三條馬 Q 我來看！要不要先熱鍋啊？你過來幹嘛？你不是那一組嗎？該走梯啦！走梯嘞？一定要停慢呢！怎麼樣？我們慢你然後別那個比較慢嗎？風衝跳，它就有衝跳，該切，該圈切梯嘞。唔好切，隨便切啊！咩啦？一定要讓你講，我切丁，切丁。那个民众做出来哈，很有气质的在切菜。對，來上來沙子切一點。你是去搞笑，扮家家酒。好，來你看廿幾道邊個啊？新國嘅豬bé的。廿條鹹都給切咯。對，菜嚟吧，不會要先了熱油鍋一下吧，哈。我冰下去係嗎？有啊，係啊。媽，cái phòng中條這冰較大條啊，你冰住誒，你親姐phòng中條冰較大條啊。哇，連倒油都很漂亮。模糊焦點，本節目不是來真有的，要講幾次？加分。該切給縫切的吼，就怎麼樣子很好夾，很好有好哩。切開就先拍一下，切。哦，先看切，從頭先下，從頭先下。哎呦。那個愛心哦。好啊，你看下啥？如果你去看小係哪裡？喂，風衝跳啲客家人吼，不管煮乜嘅飯咧，吼煮飯跟煮米線不好，風衝頭當好用。對，最主要嘅面鋪嘅來源。安尼就較勁。哦。係用貨就較太嘅啦，吼。係啊。因為一般都不開始食，阿公阿婆會用個太做頭，佢就較好煮出來。這個的話，其實更考驗功夫了，對。好，你看廿幾啥一下。冇問題，來看。哇，夠牛已經冰下去了哦。哎呦。有幫我先冰，夠牛係先冰鹹冬瓜。該順序。慢，有先注意炒香了呀，炒餸啊。哦，該係調味。係啊，最背面調味嘅，跟係上啊。倒數30秒，等一下換棒哦。我夾哦。子晴駐吹，伊有嗰種家私哦。可能一個做得加誒，多係加碼晒吧吼。你啊就正義搞你冇關係嘅吼，正義攞冇關係。我等一下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請換球了，媽媽加油！來，恭喜太陽能碰到關鍵。加
了啦。哦，该有创意的，创意料。挑粉。哎，可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帮大家问一下，你们那个鹹凍瓜嘅油鹹咪，行去露條油？是是的，香。现在超冰香啊，香。挑油啊，有挑油的。对。按用油味挑。哦，该盐巴是吗？是这样的。啊，不要一些糖，它唔会暗。好，你看牙嘅特別，阿妹牙嘅特別煮飯嚟嚟啦，煮飯少嘅係嘛？完全冷店呢。哇！哎呀，用要不要用？幫我，我用，我用叫什麼？不用白不用哦。要白不要不要？哦，厨师帮我90秒。来，要一位来。是一个两个。一个。90秒了，计时开始了哈，叫什麼哦？哇！翠玲姐有加持哦，尬戏哦。哇！哎，对，调味，等下我们再请厨师来。调味，主厨都事实哦，都对嘞，错嘞。翠玲姐超愛配酒混的呢。就會倆他趕緊。对啊嘛。你还买个东西？五香粉。哦。你现在调蜜的时间，我们再来找调蜜芒丝调安豆吼。你要该调味该虚啲哦，该火变小的吗？哦。汤会变汤哦。用些糖它唔会暗。哦。还有血通呢。就这样。按用。哎呦，哇！要。哎，你今日讀中醫嘅。哦。東香。该90秒吼，用嚟冻河啦。調油炒到香啊。冻肚河。所以講煮嘅時間要馬最老開始提點嘅嘛。調油炒到香又做得變嘅米酒都水。哦，水杯米，將用米酒比用啲條米絲落去吼。米酒。哦，米90秒到了嗎？還忙啦。還忙。哦，該米酒不用，哎呦，那該米頭完全噴出來。哦，還忙。7、慢數。6、7、3、8、7，停。好，來，換我。來，我們看我們這邊。换下面哦。廚師幫我。來，這邊有時間。翠玲姐，好來。哎，有冇做乜嘅？呢啲要計水吼，很好做呢。Juicy。哦。有調味料嗎？它已經有調味了嗎？我來吃吃看那米頭嘛。都調了。所以講我來吃吃一下米頭嘛。該期款該需只有30秒就過了。有冇？香鹹嗎？香鹹加一些糖。再試一下嗎？水不夠。水唔啦。我加幾頭誒，再可以嗎？用這麼？再加。好。該翠玲姐抖那個五香粉5秒就過了。我好緊張哦，好緊張哦。好，剩下最後1分鐘了。狂改，來。好，我狂改。等下是要盛盤哦，等一下盛盤哦。你去試狂過嗎？冇。還冇，你來試。哎，這顏色怎麼怪怪的？大火。呢個嘛嘅。海波比。感覺唔香誒，冇香。還有30秒，倒數30秒，倒數30秒，差不多要盛盤哦。盛盤哦。我在盛盤。練。時間還有嗎？好，聽一點哦。等下還有存多幾多時間？現在可以趕快盛盤嘍。好了，都得。好，換這邊，看這邊。換下邊。4、3、2、1。啊！時間到，趕快。該一枝獨秀係做嘛該的啦？要幹嘛？擺盤吶。好了，戀愛世界6組就全部做好勢，接下來要進入我們的吃色老品粉喲。等下看下落去哪咯。來到韓凍瓜嘅部分哦，已經結束了哦。對。我看起來出凍河，個食起來冇停錯哦。個先來食看好冇？好。先來食看，麗晴姐該煮吼。對。是起來一個感覺用飯哦。你要煮誒？太趕了，吃看啊。好，來。哦。來到，然後要太好。哦，要個飯類凍讚。真的哦。哪個凍讚？天哪！哎，
还没去敢卖瓜，还去敢笋呢。我觉得我这个真的好好吃哦，好香哦。你都懂啦，它的都是比划较重点睛，我们的比较干里头唔会甜，咸唔会甜甜。来。盘红黑水会先顺的，因为等下米头会检查东东。请大家把盘子先清干净，我们两人吃吃看哪里要塞。哦呦，有些汗，好慢一下。我帮你。好来，先让他们晒恩爱一下。你吃多哈。你这样子拖节目要扣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们一起搞落哈。啊，去搞了，来，来天数。好，不按了。谢收看哦，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有翻毛，谢谢。系啊，翻嚟，翻嚟，嘟好咸，嘟好。我感觉吼，最好系提供蔬菜吼，是系该风冲挑切的大小。哦，慢切的，慢切。做嘛送不不要的，用骨头了。装饰就会增加我们那个分数嘛，还有食欲嘛。哦，可以让它夹。视觉效果，对色香味的部分，摆盘没懂中央。哎，我们色香味俱全的部分，一起来看这里。有吗？你都在要主持吗？你都在讲好主持，然后还要结婚。你走在夸奖你都有个，我走到夸奖你都有个。风吹，然后让比赛吹，那比赛选美。我们要先来评分了哈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公平哦，要公平哦。最美是冠哦，等一下走在第，谁是今天的大赢家了？没错，都在俩春吹，慢耐数都在得到分数呢。上好了呢，休闲奖的翠玲姐，请给分。谢谢，我们第3分了，基本上能力营养了吧？好来，韩国来看，这种等一下哦。我哋完全冇分数哦，你尝到了，好来，旭龙哥，欢迎你，分数提出来。好的，我来老大家讲，今天你按自己的比赛都得到边，而且正式宣布，我们这一队呢得到3分。不过吼，两队吼没做得动好，得到7分。好啦。比赛刺激，那么就要正式宣布今天呢获胜的队伍就会拿俩组，恭喜！哎，OK 哦，得到这个奖品哦，请我们的志勇哥来了，来，志勇哥，玉林姐公哈，英雄的天呐！哦对啊，英雄的郭子，我们的精美蒸笼组，有请我们的翠玲姐颁奖。好，可以请各位开心管理管清一管，还精彩的比赛过后呢，比赛不光还养的要开心啊，就心里都要动中诶。先来唱高一下。今本日T8来参加就得到头奖，得到3000元，有嘛感想咧？哦，真欢喜啦！其实吼，唔要讲为到了3000几落啦，哦，为到了因着客家嘅传统嘛，敬先，爱传承下去啊。我太家己讲因着客家嘅料理，四文嘛攞四文，嘛攞四炒哦，继续传承下去。我爱到吼两姐妹吼，今日没好多动东西系吗？让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学习的这个果商，该心得让大家讲一下。哦，累了会好多动作东西，我回去要好好修炼一下。这次来的时候记得要选对队长哦。他有选对队长啊。对。好啦，今本日咧就从家下呢，丽琴姐跟他讲诶，有传承客家料理的精神，每乡下的义务卡乡下煮菜的时间，这都要奉诺客家重要诶，来都要到毕业做富上高流。哎呀，真紧啊！假使哦，你对你自己做出来，真嘅非常有信心哦。假使你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、姐姐、哥哥、弟弟、妹妹都非常有做出来嘅信心哦，你一定我来报名参加咯。我哋要嘅一家之主，我哋要行摆再見咯，拜拜。